内有风声咧传讲，总统蔡英文有可能伫咧任期的最后来特赦前总统陈水扁。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表示，特赦是总统的特有权利，嘛相信法务部甲总统府会考虑甲真周至。不过，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讲，陈水扁还阁有4件案件，也个咧审理嘛，也未认罪，是要安怎来甲伊特赦？ 节目上两个人讲了真欢喜，前总统陈水扁12邀请民进党立委陈亭妃上广播节目，唔哪讲母亲节，嘛讲到两个人过去的选情。但外传蔡总统可能伫5月20日下院进前特赦陈水扁，两个人透早拢无回应。林雅立委表示尊重总统专权。扁总统，扁总统心情一直都很好啊，对。第一个，这是总统的专属专权哈。 陈水扁问题也好，或者马英九现在也牵涉相当多的法律层次的问题，所以是不是要通盘考量？我觉得法务部跟总统府应该会做很好的思考。王定宇表示，无论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九，拢是人民选票选出来，有一定的社会民意基础。特赦伫弥补社会不顺顶悬有一定的帮助。但那也立委认为，陈水扁到今嘛拢无认罪，是要安怎特赦？ 海角8亿到现在不法所得还没有被追回来，那么特赦陈水扁之后，是不是代表这8亿也都不要追回来了呢？原来这是民进党之间跟陈水扁之间的和解，而不是社会真正的和解。王宏伟坚持要继续约陈水扁的不法所得，但如今特赦的消息已经传几啊天，阁有网友伫社群平台发声，要陈水扁阁出来选总统。 但得到陈水扁的回应是永远袂过选。南洋立委徐宇珍质疑陈水扁，阁有包括陈敏勋要赶生钱，移除经过国泰并细化顶死的案件还未审结，唔哪无法度参选，嘛建议应该重新审理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